係早晨嘅，我哋睇翻香港股市上個星期嘅表現啦。咁恒生指數同埋國企股指數咧都有一個好明顯嘅上升啦。恒生指數咧差唔多升咗接近3%㗎，去到22,700幾點。咁國企股指數咧嘅升幅更加誇張啦，升咗4.6%。咁我諗主要背後嘅主要嘅動力，第一就係話我哋睇到咧近期出嗰啲業績咧比預期好。咁二來咧就即係深港通嘅傳言一路喺市場上一路傳言咧，即係話會將快會開通啦。咁呢方面嘅消息係刺激咗啲中資類嗰啲金融類嘅股份，尤其是係啲銀行啊、保險啊、券商嘅股份。咁所以咧令到咧國企股指數咧比恒生指數咧有個明顯嘅跑贏嘅情況出現。咁當中我諗即係如果睇翻恒生指數股嚟講咧，上個星期最突出嘅板塊就係啲賭博類嘅股份啦，即係澳門嘅賭博類股份啦，同埋一啲消費類嘅股份。咁反之咧，利率敏感嘅一啲本地嘅地產股同埋一啲公用股咧，相對上係跑輸大市嘅。咁經過即係連續一段咁嘅升勢咧，其實港股都開始進入一個超賣嘅現象嘅。咁所以咧，短期嚟講，我哋覺得上升嘅空間可能唔係咁多。尤其是睇翻中國咧，喺7月份咧公布嘅經濟數據咧，其實係幾差下嘅，即係無論係嗰個固定嘅投資啦、工業嘅產出啦、零售嘅銷售啦，以至到一啲貨幣嘅數據，包括一啲新增貸款啊，都係比市場預期嘅差，顯示國內個經濟咧其實踏入7月份咧，其實相對上係轉弱嘅。咁所以咧，我哋對國內個股市，即係尤其是上海嘅市場咧，其實我哋唔會係睇得太好咯。咁港股個升勢咧，其實取決於即係本地啲企業嘅盈利啦，同埋一啲美股咧係持續即係差唔多即係假日都仲係創緊新高嘅帶動咧，係令到個股市壯旺。咁但係今個星期嚟講，我諗即係考慮到個指數升到咁多咧，其實上升空間可能會相對上收窄嚇，因為始終中國個經濟基本面唔係太差即係唔係太好。咁所以咧，短線操作嘅投資咧，我諗考慮咧喺高位咧要減持嘅。咁當然啦，即係隨住啲業績。即係普遍都比市場預期嘅好咧，即係尤其是一啲金融類，即係銀行嘅股份咧，都係有呢個現象咧。即係唔排除咧，恒生指數咧係有機會咧突破23,000點嘅。咁但係突破23,000點之後，其實再上升嘅空間，我哋覺得相對上係會比較少嘅。咁所以投資者咧，如果覺得呢個方向係正確嘅話咧，要當適當嘅部署喺恒生指數接近23,000點嘅水平咧，係開始逐漸咧去即係沽貨套現價，即係鎖定嚟嘅利潤。咁啱過咗個星期，亦都恒生指數服務公司亦都公布咗一啲指數成分股嘅替代啦，即係包括咧瑞聲科技咧會取代呢個康師傅啦。咁另外即係株洲中車咧，亦都會取代咧即係中國建材嘅。咁主要係喺下個月咧9月5號生效。咁相關嘅股份可能今日都會有一啲波動，因為始終即係呢方面嘅變動咧，的確會對相關指數成分股咧短期嘅走勢咧係可能會有啲影響。咁呢個方面咧短線操作嘅投資者亦都可以留意。咁咧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咧就唔多，多謝各位。